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5倍券的加码券，这礼拜开始会陆续抽出来。早起抽的是农游券，身份证上尾2号是893254，甲上尾3号是597453。152的乡亲，恭喜你会当摕到一张名额888块的农游券。也毋过遮尔多加码券，到底要安怎来交选才会抽到呢？讲一个人会当得到4届，数学老师来分析，当然是全部拢甲交这个调签率上悬。但是若是有特别介意的加码券，就要谨慎咯。较未到时阵，先抽到8种的加码券，结果家己较介意的券煞抽无到。彩球开始捧，早起李伟是名额888块的农游券。头一批已经公布，分别是身份证尾2号893254，加尾3号597453152。总共23万孔695个人中签率敢若22%。啊，这摆5倍券的加码扣掉好食券，总共有7种的加码券，每一种逐礼拜拢会留1摆，连续留4礼拜。每一个人每礼拜拢中签的机会是讲要安怎增加中签率？几率最大，应该当然也还是全部勾选，几率是最大的，因为你等于每一次都有7种券的机会可以抽中。不过数学老师嘛提醒讲，若是有特别介意的券，加上每一种券留考的时间有前后的差别，所以讲上好小可想一下。你偏好的券，如果你先抽，那就都登记没关系。如果你偏好的券是比较后面抽的，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，因为你中了其他的券别的话，那确实这个就会少中一次的机会。如果它是在后面的话，那就建议你不要选其他的，至少你被排挤的机会是比较低的。头一礼拜有名额500块的动资券、客庄券以及地方创新券等等，也未中签的人嘛，唔免失志，所以还有一个机会会使留落家己介意的加码券。